举办园游会，互我的启示。单义常，看义、念义、捌归义。顶礼拜我读国际新闻的时阵，看到一篇有关亚洲学生升学压力普遍上大的专题。毋但咱熟悉的韩国、日本安尼，连离咱不止啊远的马来西亚、印度嘛是差不多的状况。多数的原因是父母甲老师对成绩的要求，也是囡仔人上惊面对失败。总讲一句，就是大部分的亚洲国家拢把教育看作是成功唯一的出路。虽望我敢若高中1年尔，毋过我真足搭想，教育敢有影是安尼？读书当然真要紧，会当帮助咱学到更加侪能力。但是，敢讲成绩就是教育的一切？我认为并毋是安尼。伫学校内底，会使对老师遐学到历史、地理、音乐、资讯、数学等等科目的知识。不离讲，阁有足侪物件是大家伫课表看袂到，煞共款会当学到的能力。亲像阮学校后个月初2要举办的园游会，就是安尼。阮规班对讨论要卖啥物，是要卖食的，还是像夜市啊摆档互人耍？啥物人负责顾档？啥物人推销？敢会当互人客注文？拿了钱要安怎处理？等等，每一位同学拢有家己的工课，啥物人都袂走闪得。经过大家的讨论，阁有导师老经验的建议，阮决定要卖叉泡面。一来是成本无像别项物件遐悬，二来是原料嘛较会抗得。上重要的是，阮有足侪人拢会晓炒泡面，免惊2、3个人无闲甲乌天暗地，炒甲手脚要断去。将期末，我和我的妈子向仔2个人负责去别班宣传。可能是阮2个人拢真敖讲话，难明确，所以即件代志就交代互阮。上界好笑的是，导师阁拜托阮斗探听别班暗算要卖啥物。若同款是炒泡面，咱一定要有特殊的策略。导师比学生阁较拼，实在
有够趣味。园游会的举办甲准备，在我看来，嘛是教育的一部分。我对当中了解合作的重要，参别人讨论代志，爱注意的礼貌甲美感，决定卖啥物正经，就爱评估敢会趁钱。若无，最后是爱倒贴的呢？安怎互人客知影阮当时要开幕？莫干那靠家己的亲情朋友来捧场尔。遮的拢是课本以外的知识，嘛互大家有说有掠，阁有学呢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